現時澳門不動產市場低迷，唔少前幾年置業嘅居民已嚴重在負資產嘅狀態，加之經濟復甦不平衡，投資者對澳門經濟前景信心不足，公共行政績效仍存在提升嘅空間。此外，澳門長者或弱勢社群等面臨住生活成本高昂等問題，而養老金亦在2020年至今亦未做調升。有鑑於此，本人向新一屆特區政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：第一，根據澳門嘅實際情況，盡快推出以投資商鋪、寫字樓、高端住宅為主嘅2000萬到3000萬嘅重大投資移民。第二，不斷提升行政效率，檢討現時嘅審批流程，簡化手續，提高效率。第三，提高養老金、敬老金嘅金額，放寬照顧者津貼嘅申請條件，增加投放醫療券，幫助弱勢群體提升自我嘅能力，改善生活質量。